个查甫的哦，恭喜恭喜呢，有够高的啦！哈哈，大后生合作启动，一个就合作启风，对，就是启风啦。想袂到过无偌久，有一天阿伯向阳甲阿爸讲，哈哈，恁兜出2条番薯哦。哦，2条番薯，安怎讲？你用华语念看卖咧，韩启东、韩启峰、韩启、韩启，2个字念起来，毋是叫做韩字哦。啊，是就对啊，那才拄好。哈哈哈，2条番薯无毋对哦。啊，问唔对，问唔对，毋茫这2条番薯囝碰碰大，一世人为惊风吹甲雨拍，有土就会当过生炭。2个小弟去学校读册，真正互人叫韩志的，连第4查某囝韩祖嘛互人叫韩祖的，第5个韩曼我本人，种这块拢甲阮叫做韩曼的。去学校读册了后，同学嘛是叫阮韩曼的。啊若第6个韩元，大家拢叫伊肉圆的，全家大家拢有外号片名就对啦。头的啊，走开技术夫特别无安呢。哦，好啦，稍等咧，我再去载一车转来。迄时阵驾驶路也袂时行，家家户户煮饭拢是听奏。阿爸3不5时就搭3轮车去三仔巷扶技术夫转来行，煮饭、炒菜、行滚水，逐项拢爱用到。哎呦喂啊！哎呦喂啊！有一摆，阿爸搭3轮车要去载技术夫，伫路口互一台乌多摆弄着，脚受伤，袂当搭3轮车。肉圆的就家己一个人搭3轮车去奔2块技术夫转来，伊某无法，就甲3轮车引摊骑，才搁看看啊，甲迄2块技术夫拎入去灶骹，厝边看着拢讹了讲。实在有够够啦！才读国校5年啊，尔尔，遮尔细汉就会顶用老爸做大人的工课，实在真乖哦。阿伯嘛常常甲阿爸讲，恁兜哦，真细汉到大，第5个骹手慢吞，阁袂晓做工课，啊若第6个肉圆的，毋若气力大，骹手阁猛，阁真够做工课，真正是无输查甫囡仔啦。阮厝后有一区番薯田，番薯大到在收成的时，阮即阵囡仔就会赶家姐仔去捡番薯仔囝。肉圆呢？你敢有捡着？我拢捡无呢。我嘛敢若捡着一撮尔尔。好，你哋拢去互隔壁囡仔摕了了啦。安尼要安怎？转去一定无够一个人食一条啦。肉圆呢？你咧创啥？你咧共人偷我番薯哦？这几条大条的有够力本的啦，行，进来等。肉圆呢？袂使啦，你若互阿母知影，会互伊讲死啦。嘘，无人看到，你下摆莫讲，就无人知影啦。你摕遮尔济条番薯转去，连面嘛互人长着，等下你就知啦。阮这个肉圆呢是骨力兼顾的，行转去番薯无够食，趁摊主无注意的时，偷摕3条大条番薯，紧走转来厝，对厝后甲番薯等入去厝内，结果好死毋死。诶，遐个鸡仔是发生啥物代志？肉圆呢？害啊啦！咱兜的家母囝囝去互你等的番薯牵一个死卡票啦！啊，哪会遮尔啊拄好？肉圆呢？你倒来的番薯？我这头念，一世人亏欠，你就是偷摕人的番薯，天公伯啊，毋才会甲咱兜的家母囝囝收去啦！你是安怎拢毋听话咧？若无讲互你听，你拢袂乖。我毋敢啦！你莫走，你赶过来。莫啦，讲着即忝呢。阿母夜衰啊，要讲肉圆的，伊走足紧的，互阿母约。阿母天用嘛约会着。我看你外口走，你连拢莫转来。若转来吼，我就讲互你死。落尾，伊走去路林等阿爸，甲阿爸奶奶，才搁对阿爸转来厝。想袂到阿母毋通无甲肉圆的讲，又搁真好声老讲。你爸仔囝转来哦，饭菜拢冷去啊，我今来烫小汤互恁食吼。阿母毋是袂记你迄项代志，其实伊是一个嘴硬、心肝软、搁真小囝的人。因为囡仔弟经济无好，所以教囡仔伫外口爱逐项甲人比拼，嘛教囡仔
做人做事爱较吞忍，较拗人诶。你袂使去甲人冤家相炮，互人拍袂减一块吧，互人骗会食会困，甲人骗袂食袂困，医人会病，比人会医，你知无？细汉诶时，阮有一领足水诶洋装，迄领洋装是天主教美院诶，阮足爱穿，定定穿出去顶宝，随网穿甲破一大空啊，阮嘛是毋甘等遐夹。后来阿母甲洋装补天天诶，阮着搁穿出去耍咯。哈哈，去食囡仔，穿破衫，穿破衫。你讲啥人是去食囡仔？啥人穿破衫就是去食囡仔啊？你拢无细仔听清，恁才是去食囡仔。你讲啥？去食囡仔，欠拍哦！小石头甲伊牵啦，紧的啦！你笑了！哎呦，足痛的啦！当逐个为我来拍阮，佮叫阮去食囡仔诶时，阮袂堪得去，着出手甲一个囡仔杀倒，看人咧哭，阮惊甲紧走转来厝内咪起来，无偌久，人着找到厝里来斗咯。你啦，你甲人车倒的啦！你甲看啦，你含安尼甲阮请一个，较切半皮，要流血啊啦！啊，歹势啦，我来摕红药膏甲伊抹一个吼。免啦，红药膏阮兜有咧啦。你含完吼，着小加一个，毋通安尼赤白白，若无后摆无人敢含伊爽啦。你是安怎甲人冤家啊？是伊小妹人去食囡仔，佮去一路甲阮牵的呢。相拍就是毋对啦，人拢斗来到厝内啊，有够见笑的呢。你紧甲人回失礼啦！我无来啦，是伊小妹人的呢，是安怎我要甲伊回失礼？你讲袂听？我无来啦，我嘛无毋对啊，我无爱甲伊回失礼啦。阿母无分三两，毋管阮安怎解说，伊嘛是拍恁仔互人看。阮若下狗下底死囝，有口难言，干那徛伫壁骹边，一直吼一直吼。好啊啦，小教死一个就好啊啦。你嘛共款啦，你个皮甲我地还啦，行啦，倒来去膏药啊啦。歹势啦。人转去啊，你紧起来抹药啊，足疼心。小，阿母毋甘，你毋通搁哭啦。